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一個從只有8毫子零用錢到財富自由嘅香港人，又係講古仔時間。睇返個免責聲明先。如果你繼續睇本片，表示你同意上述嘅免責聲明。唉，阿龍，我真係好黑仔啊！上個月跟個 friend 買咗隻明日之星，點知一買就跌，而家輸足30%，變晒大閘蟹。你又嚟？上次先話唔再自己揀股㗎，買指數基金就算，點解又手痕？咪貪心咯！見人哋隻新能源股升到嘭嘭聲，自己嗰隻升得慢，咪撲出去換馬咯。點知一換就中伏啦！你話係咪邪啊？唔係邪，係你唔明個遊戲規則啫。我早排睇咗本《致富心態》，第6章講長尾效應，簡直係為你而寫啊！長尾講動物定講統計學啊？而家我蝕到入獄啊，仲同我講經。正就係講經講理論，先解釋到點解你成日咁痛苦。書話幾乎所有致富嘅結果都係由極少數尾部事件帶動，唔係平均表現。即係話市場入邊大部分嘅股票唔生唔死，得嗰幾隻係升到癲，但就係嗰幾隻撐起成個市。即係點啊？我黑仔揀唔中嗰幾隻啊？挑盲盒你都抽唔中啦，唔止咁簡單。書有數據，美國股市過去70年升咗2000幾倍，但如果拎走表現最好嗰4% 股票，成個市嘅回報就變0。換句話，啲財富全部嚟自極少數超級贏家，例如蘋果啊、亞馬遜呢一類。你估你一個平民真係咁易揀中？唔係啊嘛，我自問都有做足功課，睇財報、睇新聞㗎喎。問題就喺度啦。第一，你冇能力選股，唔係話你蠢啊，而係喺長尾效應下，贏家實在太稀少啦。著名嘅巴菲特賭局，對沖基金經理都應該叻過一般平民。佢哋有團隊、有數據，都揀唔到長期贏家而輸俾 S&P500 指數基金。你都係打份牛工，點同人鬥啊？你所謂做功課，好多時只係睇表面消息，跟風炒概念。唔係㗎，舊年我買咗隻芯片股，勁升過㗎。係啊，但係跟住你點做？書入邊有個經典例子，微軟上市後升咗600倍，過千員工變千萬富翁。但佢哋致富唔係因為叻仔，而係咁啱喺間公司嗰度做，冇中途沽股票。你呢？你揀中嘅芯片股有冇坐足全個升浪啊？升咗20%，我走咗啦，驚佢回啊嘛。點知之後半年再升200%，抌心口到而家。俾你講中啦，就算選中，一般人都冇耐性去坐，所以贏唔到大錢。Exactly， 長尾事件嘅特徵就係大部分時間悶到暈啊！突然1-2年爆升，你冇耐性，成日望住個價，升少少就收割，跌少少就止蝕，結果永遠同尾部無緣。投資回報唔係線性㗎，係等到頸都長先嚟鋪大嘅。你捱唔住悶局就輸晒。唉，其實呢，我知我硬頸嘅。之前死揸住隻零售股，明明成個行業俾網購打殘，我仲以為守得雲開，結果越跌越深，斬倉嗰陣蝕咗70%。呢個就係第3痛，執迷自己嘅選擇。就算公司質變都唔肯承認，唔肯止蝕，可以蝕到你清零啊！你嗰隻零售股基本面變咗，但你同自己講巴菲特上身，堅持價值投資，其實只係唔服輸啫。買 single stock 係可以冇翻身之日噶。你數齊我3宗罪啦，咁平民係咪冇得玩？書嘅啟示就係咁，你唔使次次啱，只需要唔好錯過幾次好啱。但點先確保唔錯過？對平民嚟講，最簡單嘅就係長揸大市指數基金。與其大海撈針，不如成個海買晒。
呢個就係點樣買到爆升股嘅秘訣。超咁樣。係，你可以超我，但係你唔可以話我錯。咁不如你教我點樣買到爆升股啦。但係大盤指數基金好悶噶嘛，冇咗揀股嗰種刺激感。阿堅，你想刺激咁輸定好悶咁贏啊？書入邊講，風險投資界 venture capital 有65% 項目係蝕錢嘅，但係靠5% 項目升10倍以上就賺突。你估你比 VC 更加叻？平民自己揀股票就好似自己去做 VC，但冇佢哋嘅資本同埋網絡，結果9成9係痛苦收場。咁如果我一定要揀股票過手癮點算？如果你忍唔住，就用少部分閒錢去玩，當交學費，但記住長尾法則，分散啲，唔好 all in 一隻，揀中咗又有信心嘅就擺埋一邊，唔好成日睇。定期檢討基本面，變質就要認輸。不過講真啦，我見過太多人話玩少少，最後越踩越深。你知唔知我最痛苦係咩？唔係蝕錢啊，而係成日覺得差少少就發達，但永遠就係差少少。唉，而家明啦，原來我成日喺個長尾嘅身體度掙扎，永遠捉唔到嗰條尾啊！係啊，所以書最後話，致富從來唔係穩穩陣陣賺少少嘅遊戲，而係大部分時間好悶，偶然一次捉到尾部就翻身。你嘅痛苦正正嚟自想用平民嘅耐性去玩專業嘅遊戲，倒不如承認自己係平凡人，用最悶嘅方法參與市場，長期持有，咁反而有機會喺尾部贏一次。好，我聽你勸，聽日開始將80%資金轉去月供指數基金，剩低2成，等我睇下本書再決定。唔該晒你，阿龍。客咩氣啊？記住，投資係為生活安穩，唔係為咗增添煩惱。我哋平民活得耐，有耐性，已經贏咗一半。係啦，飲完茶我去跑步減下壓好過，以後少啲睇股價，多啲睇個天。你哋點樣揀爆升股？歡迎留言講下。鍾意今集就 like and subscribe，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thank you。